土地審裁處今日咧就政府引用《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嘅第31條申請，作出裁決，正式咧批准解散現有嘅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嘅管委會，並且委任華懋集團旗下嘅合安管理有限公司為委任嘅管理人。而呢次嘅裁決咧係標誌住宏福苑嘅管理工作將會由專業嘅團隊接手。我要強調啦，管理人僅係暫代原管委會嘅職能，代表法團處理屋苑管理事務。法團作為依法成立嘅法人呢，係仍然存在。相關嘅申請係唔會影響宏福苑業主對重要屋苑管理事務嘅最終決定權。所有嘅重大決定都係會嚴格按照建管條例嘅規定，透過召開業主大會，由業主決定同埋確保業主嘅權利可以得到充分嘅尊重。我都要借呢個機會咧，係重申管理人喺今次嘅委任裏邊係唔會收取業主宏福苑嘅業主任何嘅費用嘅。龔如心慈善管理有限公司，即係龔如心慈善信託，亦都承諾啦係會捐出合共1000萬元啦。即係比之前我哋喺12月宣布嘅500萬元咧，佢會再增加嗰個金額，去到1000萬元，去支付管理人嘅日常運作開支，